HSK 标准教程4上。第一课：简单的爱情。课文1：孙悦和王静聊王静的男朋友。听说你男朋友李进跟你是一个学校的，是你同学吗？是的，他学的是新闻，我学的是法律。我和他不是一个班。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。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，他一个人踢进2个球，我对他印象很深，后来就慢慢熟悉了。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他不仅足球踢得好，性格也不错。生词：法律、俩、印象、深、熟悉、不仅、性格。专有名词：孙悦、王静、李进。课文2：王静跟李老师聊他要结婚的事情。李老师，我下个月5号就要结婚了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不是才认识1个月？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。2个人在一起，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经常一起打球、唱歌、做菜。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，祝你们幸福。生词：开玩笑、从来、最好、共同、适合、幸福。专有名词：李。课文3：高老师和李老师聊结婚后的生活。听说您跟妻子结婚快20年了。到6月9号，我们就结婚20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生活一直挺幸福的。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，每天都觉得很新鲜，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。但是现在2个人共同生活，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。您说的对，我现在每天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。2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就会有很多问题。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，你们才能更好地一起生活。生词：生活、刚、浪漫、够、缺点、接受。专有名词：高。